高的九鼎山上。2004年，以于家华为会长的九鼎山野生动植物保护民间协会正式注册成立。每年，于家华带领巡山队巡山7次，每次7至15天，每天要走30-40公里，每年的行程近3000公里。我们爸爸年龄大了，前我们跟他说过好多次，喊他不要上山了，我们这儿去巡山。但是他不看到动物呢，他就不放心，所以每次都是我们要陪着他上山去。于家华和动物的情缘要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，那时候，于家华手中拿着的不是相机，而是猎枪。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，九鼎山上的村民基本都靠捕猎为生。捕猎对一个山里男人来说，那曾经是一种传统，更是生存的一种技能。一般打猎呢，都打的是那个以灵蛇、马蛇为主，它有游泳部分，卖钱也很贵。其他动物呢，就是那个时间都不管钱。到了80-90年代，其他动物肉才管钱。在数十年的狩猎生涯中，于家华渐渐发现，九鼎山的野生动物越来越少了。随着保护生态、保护动物的各种政策法规逐日完善，于家华开始意识到，是到了放下猎枪的时候了。心里就感到这样下去，到以后子孙后代出来，他们长大了过后，什么都没有了，什么动物也没有，什么资源都没有，我们就感到要保护才行了。1995年，于家华封存了猎枪，开始在山里捕种树苗，同时开展反盗猎活动。刚开始，习惯了打猎为生的当地人并不理解，其中就有于家华的女婿。来找我，还帮领导要保护，那找几次，我心头不高兴，我自己想确实要不得，我打完了，儿子从子起一个动物都看不到，这么我就改了，也就参加这个协会组织保护野生动物了。在于家华的宣传和带动下，其他的一些猎人、村里的乡亲们逐渐参与到了反盗猎的行动中来。也就是从那一年开始，一支保护动植物的巡山队不定期地活跃在了九鼎山的山涧密林中。高高的山峰山下观万丈，呀吼嘿！爬雪山、过草地，这些对于负重约40公斤的巡山队员们来说都是常事。这一次，由于积雪过深，巡山队没能及时到达目的地，只能在野外搭建临时露营点。简单的吃完一锅乱炖之后，天已经完全黑了。不打猎了之后呢，我们主要是在九鼎山放养牦牛，维持家庭生活，还有农业种田一部分。多年在巡山过程中呢，我们也遇到很多次危险。猎人拿着猎枪对着我们的胸口，制止猎人的时间，发生过打架这些，发生过很多次危险，但是我们都没有后悔，一直要把我们的野生动植物生态保护下去，为社会和我们的子孙后代为国家做出一些贡献。临睡前，于家华习惯写下当天的巡山日记。孙子于彪在一旁给爷爷照明，也在学习着怎样当好九鼎山的守护者。第二天天刚亮，于家华带着巡山队又再次出发，朝下一个落脚点赶去。巡逻在高高的九鼎山。